收看今本日福气来咧，今本日是初三哦，家家吼老乡亲朋友讲新年快乐啊！哇，大家有许多东多东西么？哇，今本日少介马介咧，许多很多东西过后，今本日推大家出去聊，去哪里聊咧？去南投，南投又蛮好聊咧。看今本日节目是对咯，家家老朋友你今本日来宾嘅马莎咧，佢係呢個南投文化局嘅客家事務局嘅。寇总蔡淑豪，朋友，主持人，各位观众朋友，大家新年快乐，新年好！新年快乐吼！哇，今日請歡迎寇總早地來到一邊同大家來紹介，到底南投有乜嘅地方早地去聊吼？好，家家老朋友呢個天界裏邊係乜啥咧？是呢個阿聰市食金面嘅負責人董一安先生，朋友。主持人好，新年快樂！好，我是阿聰市食金面負責人，我叫董玉安。好，一看就知道是食金面的負責人，是的，方方圓圓。因為基本上哇，很可以哈，穿這個廚師服出來哈，那個廚師服一穿起來，感覺就冇用，對不對？好像就輕轉呀，就會按用你。對啊，對嘛哈，今天很有意思呢，親有意思呢。我們的科長係客家人，不過客家話講到暗號，客家話嘅有興趣嘅冇？客家話嘅啦，我本身就是覺得，這個客家語言哈，一神奇，一神奇，所以客家語好。那阿聰市的負責人於安也係客家人，錯嗎？對，爸爸也客家人。對，我已經閩南話了。爸爸是客家人，沒有錯。不過那個臉看起來有一種客家人的感覺，為什麼呢？就是為什麼廚師服穿起來就很像很會做菜，就感覺上很有那個很專業的感覺。不過今本日有像兩撒來到亞片，其實同大家來分享就會講。我們今天要告訴大家南投有什麼好吃好玩的，對不對？所以今天這兩位代表實在是太棒了哈，一個玩一個吃，對不對？不過一開始講都很有意思。其實南投文化局按計有推出一個人才培育，或是結合產業的這樣的一個計劃，可不可以簡單先分享一下？也還蠻該用一個給吧。OK 哈，其實南投縣政府文化局哈，近幾年就是我們有在中央政策的輔導之下哈，就是積極在推動我們南投縣的客家文化跟產業的開發哈。那主要係我們有觀察到，就是說我們南投縣哈，在客家產業這部分缺乏一個整合行銷的管道，然後客家土鄉的統路不明哈，還有就是我們缺少的一些社會資源的連結，所以文化局這邊哈就實靠用版哈來提升我們南投縣的這些客家產業，那輔導我們這些客家產業的業者哈，能夠提升他們的競爭能力。所以就是我們從187年開始哈，就跟我們一些專家學者，還有我們客家的一些業者，大家共同努力哈，就是我們共同規劃了一個客家產業的一個加值計劃。那繼續的我們就在 Q 年哈，1805年哈，就是我們就在繼續跟客委會爭取了一個南投縣客家產業人才培育及創新加值的計劃。那這個計劃主要就是我們希望能夠做到3點啦，就是第一個，我們104年哈有邀集了15個我們客家產業的店家哈，然後在 Q 年180年哈，我們再繼續擴充、再深化到33家的一個客家產業店家。那這33家都是具有一些客家內涵跟菜地特色的店家哈，我們共同來行銷我們的南投哈。然後，那我們第二個就希望說能夠扶植我們縣內的客家產業，能夠鼓勵青年來返鄉參與哈。那第三個就是我們在去年就規劃了6條的主題路線哈，這6條主題路線，我們每一個主題都各有它的一個特色在哈，所以我們希望說在今年來
共同来行销，来出去这样子。哎，真挺有意思呢。其实有时候你看我们台湾小小的台湾 CC 哈，有青头跟梯房，我们常常讲说哇那里是秘境，对不对？哦，那里好好玩。可是其实大家不一定知道，因为我们太卡卡底就会看有两个梯房。可是很可惜的地方是，其实在很多在地的地方有很多有趣的东西，吃的东西呀，哈，吃的东西，搞料的东西呀，哈。不过可能青头你唔敌，我们当然也不是说哇。大量的是怎么宣传？我们的目的是除了福祉之外，也是希望说这里按有 get 哈，按有某 Q 的东西，我们整合起来之后，力量就可以变得很大。对，最重要是你整合起来力量就很大。譬如说今天，对不对？于安来到这边要介绍的是4个东西嘛，对不对？能够公司开发4个东西，可能太嘎。本来有一点点知道，但是你经过推广之后，就会发现哦，原来里面秘密这么多，很多，对，很多，所以这就是我们想要推广。我们说泰嘎问问啊，去南投，一开始就问说南投泰嘎讲到客家庄就会想到苗栗，对不对？哦，广西、新竹、桃园也喺屏东，唔会青色我跟你们讲到客家庄就会去南投，所以南投有什么样的客家特色？其实我们南投应该这样子讲，我们是一个多元的一个2次移民的社会。那早期我们客家先民从我们桃园、新竹、苗栗还有南部跟六队啊台中各个地方来到我们南投，然后我们南投本身就是大家所知道的原住民嘛原住民还有我们客家人原住民还有平埔族，所以在共同在南投这个地方就变成一个多元共构的一个空间。那所以你在南投可以看到我们从新竹的惠六强啊，苗栗的西安强啊，董事的太埔强啊，都有啊，还有云林的诏安，还有中台湾的饶平都在南投县你可以看得到。所以我们可以说我们南投县啊，台湾客家的缩影啊，可以这么说不过问一下基本上到了一梯房青豆，不过一开始你看桌上摆了这么多，是吃的东西耶，吃的东西。于安这都你带来的对不对？对，都是我从南投带来的。你今天从南投带这些东西来，听说一波三折，黑吗？对。工厂很复杂，不过好开心哦！你看现场可以看到的就是于安带来的客家的料理。其实你说是客家料理，它也不一定是客家的料理，其实就是这中间有很多你自己研发的、创新的料理在里面。你要不要先简单的先介绍一下？介绍我十姐妹哈。其中十姐妹是因为水里以前是伐木的天堂，所以那时候就是水里乡曾经全盛时期，就号称是小台北。小台北听说那时候一个伐木厂一个员工，一间伐木厂员工有将近1000人以上。哇，1000人以上，对，所以他们都一早就要开始上去伐木，所以他们希望可以说，我希望可以用经济实惠的价格，可以吃到一个满满的什锦面。什锦面，为什么呢？我也很爱吃什锦面，为什么你知道吗？因为你胸宽你吃什锦面一碗面里面什么料都有，对，你可以吃到肉。做类似都牛，又做类似都虾公，有冇海鲜啊？看啊，十几面看了又抢菜香菇，你就会觉得好像，你知道会得到满足感，对不对？不只是饱而已，会觉得哇，什么都有吃到，所以这刚才讲是那个故事，是不是？这是讲的是故事所以家里开什锦面卖什锦面几多年呢？我已经将近50年了。很久了，50年，所以从爸爸的年代就开始，然后你是第2代，对，传到你这边，哇，所以那个时候就卖什锦面到现在，对，那现在什锦面有更好吃吗？有像像更好吃，现在就是因为现在回乡帮忙之后，其实有做点小小的改良，好，那也是问过很多客家的就客家老师，好，其实他们也蛮。因为他们希望我回乡之后，真正是推广客家食，就客家餐厅。好，然后他们也蛮开心，教我很多。然后我就回去跟我爸分享说，我们可以加入不同什么元素，然后可以让客人感觉不一样的什锦面。所以我们家什锦面有分2种，有分台式跟客式。有什么不一样？你今天带来的是？今天做客家风味的。你可以讲一下那位某空有某客家风味其实我们在研发过程，其实客家厨师他跟我们讲说，汤头很重要。对，这汤看起来清清的。对，因为一般都是用大骨熬汤没有错，可是我们家熬汤将近12个小时以上，用慢火慢慢把熬汤。然后再用一点就是客家的酱油。
哦，所以里面有加一点点哈嘎给调油，对，有加酱油，然后就慢慢把就是你这样吃起来鲜甜之外，变成说还有点淡淡的酱油香，嘿，然后还有看到其他比较配菜比较不同的地方，有，对，嘿，旁边有一个是梅子。草帽，然后有一个是木耳，对不对？哈，哎，我很怕我说错呢，你知道吗？因为我很怕来说错，人家就是哎呦，连这个也不会，压无敌哈。所以，而且还有好特别，还有一杯茶，一杯茶，那什么茶？乌龙茶。乌龙茶。所以你们卖是按用你卖，就是一整组。对。哇哦，这样子，所以客人可以吃到前菜，对，可以吃到一碗满满的什锦面，然后吃完之后又可以淋一杯茶解腻，黑毛。所以这就是。客家味的，对，这是套餐系列的。套餐系列，对。所以真的吗？去点菜的时候会讲，哎，头刚刚会吃个什锦面哈，哈嘎咪个，黑某就哎头要要吃什锦面台式的，会这样子？会。哦，好有趣哦！真的，所以台式的是没有这么那个汤没有那么清，这样懂吗？台式就比较没有清，就比较像台味这样子。台味，俺们的台味很有啦，这个客家味。因为哈嘎咪嘛哈，台味就是汤没有那么清，可能不同比较。可能是走比较浓稠的味道。哇哦，哎，这样子会很贵吗？吃说贵不贵，说便宜不便宜，总共才150而已。哦，哇，150，可是你看，哎，乡亲朋友，150哈，你会觉得150很值得，为什么？因为一大碗面啊，里面有猪肝哦，有牛，有哈贡，有海鲜，有前菜，有一杯乌龙茶。好，对，所以这也是余安回乡之后跟爸爸一起做，然后跟爸爸建议，对，然后发展出来的。对，好，那现在这样卖这什锦面生意很好。其实慢慢的，就是我们当地人慢慢去接受这一块，他们觉得说，哎，可以来这个地方吃到什锦面套餐系列，他们觉得很少吃到像这种感觉。好棒哦，对哈，所以乡亲朋友系讲伊是南投了解世界，像是某强个客家料理啦，又创一个客家料理，当然也是面甜甜吼，去做的是到南投个阿创式。冲式什锦面，对不对啊？对，就可以食到余安讲的吼，用龟头个安用个什锦面，其实是到南投唔太想食，等下到大家都少个又嘛个好料，所以乡亲朋友先聊下，你另马查等下当中咧继续来讲咯。基本伊當翻伊就啲繞場度，類似南投嘅吼，伊家係寇總，寇總啦，吼，伊家係你家余安是什錦面的負責人，吼，現在爸爸已經退居幕後了，係冇？爸爸還是站在第一線，還是站在第一線，嗰日係嘅料理冇共用。其實現在大家都哋看到嘅係什錦面的料理，其實很有趣，這邊擺了一個好可愛哦，白色的小碟子上面給苦瓜黑冇？對，苦瓜。哦，苦瓜哈，一般来说，人家说苦瓜都苦苦的，对不对？你各位명아都嘛个명嘞，这个叫做恋爱苦瓜。你看，恋爱苦瓜，恋爱黑嘛意思就会酸酸甜甜。人家说恋爱酸甜苦辣，甜甜蜜蜜，跟苦瓜搭在一起，来介绍一下。当初为了研发这道菜，是因为刚好那时候苦瓜盛产。嘿，然后也是在帮助一个农民销售这些苦瓜，是南投在地的吗？对，南投在地水里乡。嘿，然后那时候就是其实我也希望说，因为苦瓜很多不敢吃嘛，嘿，其实我以前不太敢吃，对，年轻人更不敢吃，觉得苦苦的。对，刚好水里乡是产梅的天堂，所以那时候想说，跟苦瓜跟梅子结合在一起会有不同的口味，想要试看看。所以那时候我跟我老爸研发了将近2个月。然后我就问过很多师傅，然后我研发出来这道叫恋爱苦瓜。为什么叫恋爱苦瓜？是因为我觉得苦瓜因为我觉得恋爱就像羞涩的感觉，所以会有酸甜苦。对啊，然后客人吃起来，然后又符合客家人的精神，就腌制。哦，腌制，我们说真给他刚也是青豆腌制的食物，对不对？所以这就是，那你现场准备梅子，然后还有糖，对。中间那个是，中间是梅精，梅精，所以你现在是用嘴巴用讲解就可以跟观众朋友讲这怎么做了，是不是？可以。好，你讲一下，很简单吗？对，其实蛮简单的。所以苦瓜买回来要先切半，还是继续，对，先切半，对，先切半，然后中间要先把其实准备东西很简单，就是只要热水，还有冰水，然后还有一个小汤匙，然后还有一个就是小刀子就好了。我们想看一下，就是我们就菜市场买一个苦瓜回来，苦瓜现在很便宜，1斤才超过30块而已。要教大家怎么挑吗？会看那个苦瓜那个
表面起伏，但是越光滑就好了，光滑就好了，就是不要像青春痘就好了。好，好，不要有青春痘哈，光滑哈。对，光滑。然后嘞，光滑的。然后我买的苦瓜一般都是大约都一条嘛。然后一般这个人就没有吃那么多。我们举这个像那罐子好了，那罐子大概可以装半条苦瓜左右。哦，所以其实等下不用太大条，差不多这样就可以了。对，半条苦瓜左右。其实一般民众他们做 DIY 的时候，我都蛮建议你可以准备2罐，2罐哈。其实水量就是像我一般喝的矿泉水那个水量就好了。一开始我们先拿一个矿泉水，好，然后矿泉水就是稍微把它煮沸，先放在旁边。对。然后再处理苦瓜料理的部分。苦瓜就是我们就先拿一个小刀把它切成一半，好，然后拿一个汤匙把里面的膜把它去掉，好。然后膜去掉之后，它底下还有一层就是属于比较苦味的部分，那苦部分我们就是拿小刀慢慢把它切，把它切掉。因为很多人说苦瓜最苦的地方就是那个地方，其实我是蛮建议你说，你想有恋爱感觉，原则上不要切得太干净。哎，我是有一些富有没有一些甜，就会恋爱的感觉，对不对？对，然后苦瓜吹完之后，就是已经把膜切掉了。对，我那时候就是像我们常讲的杀菌，然后就先把它放热水里面，把它拿起来。拿起来之后就再把它放在冰水里面，然后冰镇一下，这样苦瓜部分就处理完毕了。然后再加糖、梅精跟酸梅，按油你就做对了。放在冰箱3天就可以吃了。好简单哦。对，科长今天有学到吗？有活动吗？回去再好好请教。其实你就去那边吃就好了，对不对？这就是轻便男的恋爱苦瓜哈。其实有情朋友，其实公司菜发有时候做菜也是一种感觉啦，也不用一定要这么样的怎么样哈，你自己做自己喜欢的口感就做对嘞。所以很够用。其实唐贡现在南投这边有很多福祉的客家餐厅嘛，像你那个地方也布置的很有哈嘎米西黑嘛。对，自己布置的。对，完全自己手工的。对，你就加了一些哈嘎跟碾酥。对。进去加了蛮多，加了很多吗？比如说像是什么样的成色是你特别想到的？其实一开始这也是一波三折啦，因为毕竟老爸在那个地方开了将近40-50年，对，然后他一开始我要帮他做很大的转变的时候，其实他也是不太 OK 的，对哈，然后慢慢就是因为我知道想说我要推广客家事业，我觉得从里到外布置都是很重要的，对，然后那时候我是实行哪个方式，也就是我刚好在那段期间刚好也是经过文化局帮忙，我上了不少的客家的课程，因为你也是培植的人才之一嘛，你是成功的例子，太棒了。然后我就带我就上我蛮有感触的，然后回家跟我爸开心分享，然后他也是，然后他说觉得很棒，然后第2天我就开始实行第2个计划，就带他去上课，上课，然后让我爸认识，就是跟他同年纪的老朋友，他们觉得说那如果说我们在做客家事业的时候，其实他们都很有心得的，把他带过去，让爸妈认为说，我们现在做客家事业，其实我们可以是尝试看看的，对，然后对，因为有时候其实很多的人，就像港铁营呀后小农呀后，他可能做了30年、40年都是这样，你突然一回来要改变他好多东西，对，他会觉得他会没有安全感。对，不过现在看起来是成功的哈。对，他很开心。爸爸现在很开心，对不对？很开心。所以你就把整个餐厅就开始重新打造。对，然后把那种我刚太太有看到胸片里面看起来很宽敞。对，然后但是那种感觉上又蛮朴质的，对，很朴质，对不对？不是很华丽，对，就是有那种好像客家的原味在里面，我可以感觉，然后去吃就很简单，又有什锦面可以吃，然后里面还是有研发一些某 Q 给客家料理，有研发蛮多的比如什么比如说就像那个萝卜钱肉片汤，这在桃竹苗才吃得到的，对，所以我们当地人觉得这是很新奇的一个汤，然后再做客家小炒，我们客家小炒就是跟我们去桃竹苗问老师，希望等于说我们可以做出有别于南投的不同的客家小炒，对，所以下次黑公爱黑公南投鸡片会是可能马家黑南投嘅客家炒牛有没有？因为其实因为对没有那个就像我是在北部，对我们是个客家小炒，真的不一样有些你给客家小炒它会放豆干，对有些没有放豆干，有些人放猪肉比较瘦有一些你不用给牛肝，对，卡皮3层肉嘛，对，可是一样都是客家客家小炒可是真给会有一些某种可是当然都很好吃啦，对，昨天太家黑公有几批那种南条鸡片，昨天看一下有没有余安这边做出来的客家炒牛黑，又有一个客家小炒会不一样。不过除了去吃之外，
也要去玩啊。刚才科长有讲有6大路线，对不对？哇，这6大路线就是去的人都可以跟循不同的6大路线去走。是啊，对，你有没有最推荐哪一个路线？其实这6条路线哈，我们有实际就是安排我们的公所的人员啦，还有那个我们旅游业界的一个专家老师，还有我们客家业界的这些伙伴哈，我们有去踩线过。对，那我这边会比较其实6条路线都很棒，当然。那这是我这边就是先推荐一条，我们就是茭白，茭客百年好味道，好特别哦。这条路线哈，我们是串联我们埔里镇跟过乡乡哈这2个乡镇。那个这条路线的第一站，我们会去我们埔里哈，也是有一个我们哈嘎摩哈他所经营的。对，他之前本来这个是银狮绿曲休闲农场哈，他位在我们埔里镇上哈。对，那他早期是父亲呐哈，给阿爸哈是传统的一些就是茭白笋的一个耕作，但是他回乡以后啊哈，他就传承他爸爸的，但是他做了一些创新跟改良，然后他在优质的环境里边去培育他的茭白笋，然后就是培育了我们罕见的那种白鱼啊哈，然后这条路线我们因为这个我们银狮绿曲休闲农场这个我们的负责人哈，他很有创新的一个想法，他把我们传统客家的那个美食腌制的手法，就用我们茭白笋这个材料来做哈，所以这是很特别，而且很好吃哈。所以行业条路线都得吃到茭白笋，而且也可以吃到创意茭白笋料理，然后我们在埔里这边结束之后，我们可以继续往国姓乡走，国姓乡那边哈可以看到很特别的，我们国姓乡很多那个旅游的胜地哈，像我们的糯米桥啦哈，还有就是我们现在有规划一个国姓打石文化园区，那在国姓打石文化园区，接下来我们就有一个阿坤香茅工坊哈，阿坤香茅工坊这边其实你也可以看到，就是说附近有一个很100年的一个老树，你这个老树你可以看到台湾的图像哦，台湾很特别很特别。然后如果你走累了、玩累了哈，那可以到我们阿坤香茅工作坊。阿坤香茅是我们国姓乡那个代表刘昌坤刘代表他所经营的。那早期在国姓乡，其实他的是以樟脑为主嘛，但是50年代以后没落了。没落之后，后来我们的刘代表他就是把这个香茅哈，就做不同的转型。所以这个地方，这香茅也是我们客家人哈，他早期一个经济的产。没错，因为他赶你以前给石头有没有？大家去劳动工作的时候，其实采樟是一个很重要的工作。以前他赶给谁来引哦？我们港铁引之外，他们会出门去采樟。对，所以这对台湾整个那个年代是很重要的经济作物。不过让他公司才把看某所以现在去到那边还是可以去看到按钮给香茅工厂哇，那个味道很香，还可以 DIY 还可以自己动手做就对了哈。哇，乡亲朋友，移动南投改变哈，其实今年老大家都少改黑6台改主题改路线哦。刚寇总讲的是一条路线，听听哦，一条路线一直走得又好看，又好食，又好料，还又好搞。移动跟香茅共创的时间还走得一起，跟通熟做亲子来走哦。其实还有其他的主题路线少改本大家先聊下吼，你等下让总来讲。哇，基本去厝上吼，然后乡亲朋友来少改移动南台湾用有料啊，昨天讲前面在少改移动南台昨天是到东好时改东西，不过基本去还有昨天高聊给提供哈，前面那一个路线听起来很知性科长，对不对？感觉上很知性，你看可以吃，又可以自己亲手 DIY， 然后重点是又看到好的风景。摸一海好像安永给路线哈。未来会想要设计导览吗？还是现在其实有小部分有导览了？其实我们每一条路线哈都会有在地的导览人员，因为以在地人说在地的故事，把我们在地的一些风情哈介绍给我们的来的游客了解。就像讲，你看口中讲都暗后有冇？黑讲爱去改听，哎呀唔滴嘅，嘛该提讽，哎呀唔滴嘅，嘛该故事，它背后有什么样的历史？要太改唔滴。或者说， Hido 这边其实是有导览员的，对，那要怎么样去
是要先去预约吗？还可以，因为我们有导览员。因为我们每一条路线哈都有一个专责的小组组长。那现在我们的于安呢，他是总负责人，但是你按摩喊哦，你会注师，还会当给导览负责人哦。那我现在要来考试一下，听说于安基本也带了一条轻有意思的路线，黑猫。对，那个路线。万味市客区。讲按夹，水乡万味市客区，对，介绍的是水里菜市场。菜市场哦，你看，住是个小街就会菜市场。我觉得菜市场是一个轻有意思的地方。乡亲朋友啊，黑讲你家在住菜哦，你没吃到私创有嘛该其实私创真的是了解那里人文风景很重要的一个地方，对不对？你去到外国玩的时候，也是要去逛人家的市场。那你赶快介绍一下这条路线，好特别哦，很特别哦。因为水里乡这个地方，它的菜市场文化，经过我调查之后，我是觉得很棒，是因为它那边有闽南人、客家人，还有新住民，还有原住民，刚好就是，然后刚好摊位部分，刚好4个摊位完全都是摆设都不一样。对。然后当我要设计这条线的时候，其实我是蛮希望，等于说，其实游客他们参加这条线的时候，他们可以轻松学客语，然后顺便认识水里的特产跟文化。请问一下，去逛市场要怎样轻松哈嘎发？哈嘎发呀！跟原来说轻松学，因为很多个市场聊个时间说，咱们该菜小给一下这是葱就可以学一下，对不对？而且你可以跟哈港人沟通，对不对？好，所以去到那边就可以看到多元的食物。对，其实我们设计很简单，我们一开始，我们设计一个菜卡，就一个水果卡。好，然后那水果卡蛮特别的，就等于说，因为我们大家说水里有4种水果，我们希望带他们来认识这4种水果，就是有梅子，对，火龙果，葡萄，是香蕉，这是水里的水果特产，对，水果特产，你会做在后哈嘎巴，对，然后我就上面在写客语，然后我们是用连连看的方式，就我们把梅子把它画出来，画成一点一点一点，然后让游客他自己去画，但是我们是写客语发音，因为我们所以靠师就抽所以客语发音好，因为我们有些社区妈妈她蛮会讲客语的，也等于说，因为他们长期在家里，然后我们希望鼓励他们出来，所以我们安排社区妈妈去当这一关的关主。哇，这感觉上是大家一起大行动，等于是整个社区活络起来，大家一起参与的感觉，黑某，我们就把它鼓励出来，鼓励出来就等于说，然后他会很开心去跟游客这样互动，然后民众也可以轻松学，从客语方面学到认识水果，对，然后我们再带他去那个菜市场，然后去把他介绍说，就这4个，就这4个。这4个菜市场文化是哪里不一样？对，带完之后他们就很开心嘛，然后他们手上也买很多菜，对，然后买了菜回来之后，然后就到我们餐厅，就可以去吃了，是不是？对，没有，是在吃之前你要先做 DIY，因为你买一大堆菜嘛，你买一大堆菜，所以你要先，然后再说就是我们的金牌厨师就是我爸，就是阿聪师本尊，对。要出来了是不是？对，对，就是刚才图片上面看到那个阿聪师本尊。那爸爸要做什么？因为爸爸他厨艺真的非常非常精湛，然后而且又是去年的中区美食客家队比赛冠军。哇，好厉害哦！他卡做一看到这是爸爸，这爸爸，我太卡做一看到人家胸面就是爸爸，是不是啊？对，都是爸爸。请等一下，然后爸爸要做什么事？其实也算是推广水里的那些。一些农特产，然后我们教这4道菜完全都教腌制的，像苦瓜就是其中一道。所以爸爸会现场教，对，去到你的餐厅，腌成好喜欢用的粥，哇，这真的是很有趣哎！我还以为去就坐下来吃东西了，没有这么简单，黑毛还好喜一嗨哎，对，然后他们学完之后，其实我们是希望那个是带回去的，因为你当下腌制是没什么味道，我们希望等于说你可以带回去放在冰箱。放在1天、2天、3天，你可以慢慢吃，这是不同味道的。而我们希望等于说客家美食，等于说他们有亲朋好友来，他们可以推广客家美食给他们吃。哇，这个就是整个你刚刚说的那个路线，对不对？对，这是前半段。还有后半段，黑毛，继续嘿。因为我们当然等于说，我们当然希望他美食之后，我们当然不希望他可以这样放过他们啊。我们希望他要吃中餐时候，我们希望等于说，我们希望可以跟他玩游戏，所以我们是用茶席的方式。男生坐这边，女生坐这边，等于说，就等于说他们可能有一些可能是互不相识的，我们把他们拆开，男生跟女生又可以交朋友，对，又可以交朋友，
说我那一道菜，你突然说的，我觉得很害羞哎。上班跟时间还要分开来做，谁来做这边，然后谁来做这边，对不对？然后互相认识交朋友。科长，你下次要去啊，你要参加这个路线。所以我们中山有一个很可爱的别名叫做客家约会。哦，哎。从恋爱苦瓜到客家约会，哇，你这里那里真的很有人情味耶！哦，真的还有吗？还有，但是不能放过他嘛，还不能放过，继续。对你来说，因为我希望他来这边的时候，他除了吃完之后，重点是他认识客家，重点是认识水里乡的客家文化。对，所以我们安排社区妈妈出来做导览。哦，所以后面还会有一系列的做导览，让大家认识那边的客家文化。对，我觉得这很棒哎，因为一般人所以告了给时间，你想想看，我们一定很重视吃啊，对不对？你想想看，你都失宠按用你聊聊啊，又可以买到喜欢的东西，买到喜欢的东西又没有，也不是就按用你，又可以自己做好吃的东西带走去，对不对？然后完毕之后又认识新朋友，又可以吃到阿聪师什锦面黑毛，还有恋爱苦瓜啊，是够还有呢，其实你可以按用你，要有知性的。从梦游会导览认识一下给片给文化老风景，所以这样子一天下来其实很魔寒呢。对，这样玩一下，所以照这样讲，科长觉得新南条你可以1、2年呢，你可以安排2天1夜呢。对啊，对不对？然后一天玩不完呢，就而且要看你走什么路线，对不对？我们有一条路线叫做先进客庄巡集，那是会在我们鹿谷乡。它这个特条游程我们就规划是2天1夜的。哦，那因为鹿谷是我们南投县重要的茶乡，那早期呢，我们客家的一些乡亲来到鹿谷的时候，鹿谷早期是我们原住民邹族的所在地，所以我们客家的乡亲来到这边，就跟邹族这边可能为了开垦什么就会有摩擦。对，但是因为据说啦那个当初就是获得那个常惠祖师爷的鼎力相助，所以我们客家人才可以在鹿谷这个地方就是定居下来。开垦。对，所以现在其实鹿谷在我们南投县它是祖师庙最多的地方。哦，是密度最高。对，有这个故事。是。所以到这条路线就可以安排2天1夜。对。那可以，而且也可以品茶嘛。是啊，对，因为在这边鹿谷这条路线，我们有很多也是我们客家产业很优质的一个在地特色的一个店家在这边。都是我们这次扶植的一个对象。对，因为一般人讲台港对于南投我们还按说咯，台港就会吃到，可是一般来说，大家还是会觉得说，那个地方其实一定就是有好山好水嘛。对，所以但是今天这样子介绍之后，就会知道说，比大家想的更丰富一点点。应该说很复杂啦。你看，连市场都是，对不对？而且事实上，你就因为阿聪师就住在那边，对不对？这边有一个路线有特别讲到，就是新高山脚下好客行，这个你也很熟是不是？这很熟，对。你真的可以当负责人呢。对，这个也是一条很好的游览路线。而且可以同时到水里乡跟信义乡，因为它是交界。对。这个最大的特色是什么？这个最大的特色就是因为其实两个都是社区，对，两个都是社区嘛因为两个社区，然后我们希望在推广这一条线的时候，就是也是鼓励社区妈妈出来，也透过文化局的计划，我希望等于说，在社区妈妈他们的产业还不是很齐全的时候，我们希望透过文化局的价值，然后让他们让他在推广他们自己客家产业的时候，可以变得就是比较有齐全这样子。所以当初在设计这2条线的时候，因为它刚好是横挂于水里跟信义，对，水跟信义，所以那时候我们找出水跟信义的2大特产，也就是可可。一个可可，然后一个就是梅子，是，一个梅子都不会缺席，梅子缺席。其实这样，因为我是很爱吃嘛，很爱吃嘛然后我比较说，其实这2个地方他们吃很特别，就是我们在西医里面有一个叫做梅七八，因为它是跟梅子，然后还有麻糬去把它做结合，叫梅七八，也是可以做 DIY 的。是，今天真的这样一系列听下来，发现其实可以玩的地方比想象中的多太多了。你够清楚这事情，你会认识当地的文化。有时候玩并不是要玩什么很特别、什么很特殊，或是多刺激。很重要的事情是你去当地感受一下当地的气氛，这样子就最重要，对不对？对。最后节目的最后有没有最后要补充的？最后30秒给大家补充一下，有什么没讲到的，一定要推荐大家的。我们还有2条路线啊，一个是那个移动客家路跑客庄，它也是在我们水里，它是用运动讲在地故事，这条也是有
很有那个健身的那个意义。另外，我们还有一条就是那个跳动八卦，对，跳动八卦，跳动八卦是我们88风灾从信义乡神木社区移民下来的这些客家人，他们用在地的当地美食哈，来有一种在地重生的那种意味在。所以我们这条路线其实都有。每一条路线大家都要去。其实讲起来吼，搭条路线哦，非常开出啦。搭条路线大家就行行聊聊，好节目都聊下吼，希望大家有闲夹夹一聊一下。非常谢谢我们的科长，还要谢谢我们的余安耳朵鸦片哈，真的好，乡亲朋友吼，进不去厝上吼，希望大家吼过得快快动快了哈啊，最尾咧，老大家再我讲一下，有闲夹夹一咱就行行聊聊。